環境保護署數據，廚餘佔都市固體廢物的1/3，每日約有3600公噸廚餘被送往堆填區，其中嚟自工商業及住宅區的廚餘各佔一半。喺成因方面，香港嘅飲食文化豐富，外出用餐比較普遍，餐廳同酒店亦都經常會提供大量嘅食品，導致會有浪費嘅情況出現。消費者亦都偏好一啲新鮮食品，而超市同街市都經常抌一啲未出售嘅新食品。好多家庭同埋企業亦都唔會將一啲廚餘分類，而係選擇咗直接去抌咗一啲廚餘。而且香港本地嘅回收設備亦都不足，廚餘回收設備有限，處理能力不足，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回收效率。喺環境影響方面，堆填區壓力呢個會影響到堆填區嘅壓力增加，大量嘅廚餘加重咗堆填區嘅負擔，縮短咗佢嘅使用壽命，而且亦都會導致到溫室氣體排放。廚餘喺堆填區分解產生甲烷，加劇氣候變化。而經濟影響方面，我哋處理啲廚餘亦都要需要到成本，處理大量嘅廚餘會增加政府嘅開支，最終係納稅人負擔。而呢個亦都係一個資源浪費嘅行為。廚入邊嘅有機物可以用於生產肥料或者能源，直接抌嘅話會造成一啲經濟上損失。所以就有少少方法嚟處理廚餘，例如將廚餘轉化成為堆肥嘅肥料啦，可以促進植物生長；又或者可以將廚餘收集去，跟住運送去環境保護署嘅設施嗰度處理，將佢轉化為其他嘢。食物捐贈都可以，仲可以解決到好多嘅問題。但係最重要係源頭減廢，需要政府多啲再推動，令到更多嘅市民去認識關於啱先以上講嗰啲嘢，可以提高佢哋嘅意識。解決廚餘嘅問題，需要政府、企業、市民等共同努力嘅實行，透過有效嘅處理方式同埋教育，先至可以減少廚餘對環境嘅影響。